大家好，我係豬仔。你今日飲咗手搖飲品未啊？你平時行街見到啲主打天然健康、每日新鮮現烤番薯，仲有新鮮現榨生果嘅知名連鎖飲品店，係咪覺得好有食慾？但係如果我今日話你知，你杯飲品入面嘅果肉，你手上熱辣辣嘅烤番薯，其實全部都係用山滿催蟲、俾老鼠咬過，甚至大面積腐爛發霉嘅整壞食材整出嚟，你仲吞唔吞得落去？最近香港本地知名調查節目《一線搜查》踢爆咗一件超級震撼、極之誇張嘅大事件。有一間近幾年殺入香港、極速擴張、開足20幾間分店嘅內地連鎖飲品品牌，終於有前員工頂唔住良心，冒死出面爆料，揭開成個品牌最黑暗嘅內幕。今次呢單爆料內容簡直係挑戰香港人嘅心理底線。前員工直指公司內部默認，甚至教晒所有員工俾老鼠咬過、生晒蛆蟲嘅番薯，淨係切走壞嘅部分就可以繼續烤、繼續賣俾顧客。而且呢間分店仲涉嫌大量聘用持有旅遊簽證嘅黑工駐店看鋪。更加離譜嘅係，呢間公司1年之內足足收到50幾宗消費者投訴，但係佢哋從來唔反省、唔改善衛生，反而仲反咬一口，向爆料嘅前員工發律師信，話人哋離職、挾怨報復、惡意抹黑佢哋品牌。到底呢間遍地開花嘅連鎖店背後仲有幾多唔為人知嘅驚人內幕？點解間鋪頭越開越多嘅大品牌內部管理可以爛到呢個地步？今日呢條片我會逐層同大家拆解呢單黑心食安風波，亦都會以消費者同旁觀者角度同大家講下我最真實、最深層嘅睇法。如果你唔想日後出街飲嘢食嘢，無端端踩中食安地雷，中招出事，呢條片你一定要睇到最後。記得先訂閱我個 channel， 撳埋鐘仔，我哋即刻入正題。第一章事件起源。前員工 Joey 冒死驚天爆料，今次呢單足以震動全港飲食界嘅醜聞，完全係靠一位化名 Joey 嘅前員工先得以曝光。佢行得正，企得正，實在過唔到自己關，良心完全過意唔去，所以決定接受有線新聞、一線搜查獨家專訪，將呢個連鎖品牌後廚最醜陋、最見唔得光嘅內幕，全部公開晒俾全香港人知。據 Joey 透露，佢曾經喺呢個品牌多間香港分店分別做過兼職同全職崗位。本來大家都以為大連鎖品牌一定有完整制度，有基本衛生標準，點知入到後廚先發現，根本同大家想象嘅完全兩樣，簡直係地獄級衛生環境。內幕一：生蟲、老鼠咬過番薯，一刀切走，照樣上架出售。呢個品牌最出名、賣得最好嘅就係各式番薯飲品同番薯輕食。大家都知番薯係天然農作物，擺放耐咗有少許耗損，其實好正常。但係呢間店對壞食材嘅處理方式真係令人作嘔，完全超出底線。Joey 親眼目睹分店管理層同店長為咗壓低食材損耗成本、控制虧損，做法極之黑心。成批嘅番薯表面已經生滿密麻麻嘅蛆蟲，仲有大量番薯瘤有極之明顯嚇人嘅齒痕，全部都係後廚四圍出沒嘅老鼠咬過嘅痕跡。當時 Joey 同其他前線員工見到呢啲變質、生蟲、俾鼠咬嘅食材，即刻按照正常程序上報，詢問呢批貨係咪要直接報廢掉咗佢。點知管理層落嘅指令簡直係顛覆三觀，佢哋直接話：你睇下老鼠咬得深唔深，聞落有冇異味，如果冇臭，冇完全爛晒，就用刀切走蟲口、咬過同變壞嘅位置，洗乾淨之後，照樣擺入焗爐烤，之後正常賣俾客人。大家一定要聽清楚，呢個唔係個別員工偷懶、一時疏忽，而係管理層默認、親自指導嘅標準作業。俾老鼠咬過嘅食物，隨便帶有流行性出血熱、鼠疫、沙門氏菌、歐端螺旋體病等等致命病菌，任何一種都足以危害人身安全。但係喺呢間公司管理層眼中，顧客嘅健康、性命安全遠遠不及幾條番薯嘅食材成本重要。內幕二：大面積腐爛生果，榨汁落茶底，掩蓋腐壞味道。除咗番薯出事，呢間店主打嘅鮮果茶、生果飲品一樣重災。手搖店每日都會消耗大量檸檬等新鮮生果，但因為店內儲存環境惡劣、衛生唔到位，好多生果送貨入鋪冇幾耐就已經發黑滲水，大面積腐爛變質。正常食安規例之下，生果只要有一小部分腐爛，入面嘅真菌同霉菌毒素已經滲透成塊生果，就算睇落完好嘅部分都含有毒素，絕對唔可以再食用。但係呢間連鎖店為咗慳成本，完全奉行物盡其用嘅黑心做法。員工被強制要求用刀切掉所有發黑、發臭、流汁嘅腐爛部分，正反睇落正常嘅果肉，
直接倒入攪拌機打碎，榨成果汁，之後再落大量糖漿、冰塊同濃茶底調味。呢就係點解大家飲嘅時候完全飲唔到腐壞味，超濃嘅糖味同茶味，徹底遮蓋晒生果腐爛嘅酸臭味。你以為自己飲緊維他命，飲緊健康鮮果茶，其實你飲落肚嘅全部都係細菌、霉菌同腐爛毒素。內幕三：後廚嚴重鼠患，老鼠四圍亂爬，食材區隨便亂食。Joey 仲交出大量喺店內秘密拍攝嘅影片同相片作為鐵證。只見昏暗嘅後廚食材倉庫，一打開食材紙箱、儲物膠桶，隨時都可以見到老鼠屎、老鼠尿。每日收鋪無人當值嘅深夜時段，成個後廚簡直變成老鼠樂園。老鼠隨便喺工作台切生果、砧板、烤番薯，機器上面四圍亂爬，仲會直接走入存放番薯嘅籃入面食食材，搞污晒所有貨。試問喺呢種極之惡劣嘅衛生環境整出嚟嘅飲品同食物，邊個夠膽食、夠膽飲？第二章違法黑工駐店，一年高達50宗消費投訴。如果單單係食安衛生問題，已經足以令呢間店即時停業、永久釘牌。但係今次嘅黑幕仲未講完，呢個品牌嘅問題從來唔係單純衛生差，而係由內爛到外，連營運底線、法律規例都完全無視。內幕四：大規模聘用旅遊簽證黑工，非法駐店看鋪。呢幾年呢個品牌瘋狂擴張，喺香港開咗接近20間分店，遍佈各區，大量分店營運需要極多前線人手。大家都知香港餐飲業長期人手短缺，人工成本高昂，正規企業都乖乖出合理人工請本地合法員工。但係呢間品牌為咗極度壓低營運成本，竟然選擇犯法。Joey 重磅爆料，公司有組織大規模聘用持有旅遊簽證嘅內地人士嚟香港分店做黑工，駐店負責所有日常營運。大家要清楚，持有旅遊簽證來港嘅人士絕對唔可以喺香港做任何受薪牟利工作，呢係基本法律常識。而呢間公司管理層仲非常狡猾，專門鑽漏洞被執法。平時安排黑工負責整飲品、收銀、接待客人、打理店鋪所有工作。一旦收到風，知道入境處或者食環署會突擊檢查，即刻叫所有黑工除低圍裙扮普通客人，或者由後門即刻流走，避開查牌。公然大規模聘用黑工，不單止違反香港入境條例，衝擊本地就業市場，搶本地人手飯碗。最致命嘅係呢啲黑工完全冇接受過香港合法餐飲衛生培訓，亦都冇做任何健康申報。本來已經極差嘅店內衛生食材處理流程，變得更加毫無保障，危險萬分。內幕五：一年50宗投訴，從不整改，只會息事寧人。睇到呢度，好多人一定會問：衛生環境咁惡劣，食材全部變質腐爛，難道消費者飲完食完唔會肚痛、唔會出事？政府部門完全唔監管嘅咩？真相非常諷刺，市民嘅身體同腸胃從來最真實。根據前員工統計同各界爆料，呢個連鎖品牌短短1年之內，累計收到超過50宗正式消費投訴，投訴個案層出不窮。有顧客飲完鮮果茶集體食物中毒，嚴重上吐下瀉；有人喺飲品杯底撈到死蒼蠅、不明昆蟲異物；仲有好多顧客買完烤番薯，切開先發現入面全部係黑色腐爛果肉，仲有陣陣惡臭。試問任何一間珍惜品牌聲譽、尊重香港市場、重視市民健康嘅正規企業，面對1年50宗投訴、多宗食物中毒事件，一定即刻全面停業，徹查供應鏈，大規模整改，公開道歉。但係呢間公司完全唔一樣，佢哋練就一身完美公關太極，每次收到投訴，淨係靠客服講幾句官話，賠償幾張幾十蚊優惠券，或者換一杯新飲品，就草草收貨，壓低事件。轉頭之後，後廚照舊用爛生果，黑工照舊看鋪，鼠患問題完全唔處理，所有黑心操作一切照舊。第3章超無恥公關災難，恐嚇爆料員工，反口抹黑。當所有內幕愈鬧愈大，徹底瞞唔住，前員工Joey選擇挺身而出，接受媒體訪問，公開所有真相。本以為品牌方會認錯道歉、停業自查、負起責任，點知呢間公司高層做出一件令全港市民極之憤慨、徹底睇傻眼嘅事。佢哋冇道歉、冇停業、冇整改，第一件事做嘅就係揼錢出律師信，恐嚇控告爆料嘅前員工Joey。呢封律師信內容非常霸道，品牌方全面否認所有黑幕，聲稱Joey所有爆料都係子虛烏有、虛構捏造、惡意抹黑品牌。面對媒體查詢，佢哋仲要扮受害者，講出極之無恥嘅公關藉口，話Joey只係
因為離職之後心有不甘，心存怨氣，所以故意編造大量謊言，惡意破壞公司品牌形象。呢一招解決提出問題嘅人真係用到爐火純青。潛台詞就係我哋品牌完全冇問題，所有醜聞、所有食安黑幕，全部都係前員工報復造謠搞事。但係品牌方明顯低估咗香港媒體嘅調查能力，亦都低估咗市民嘅智商。Joey 從來唔係空口講白話，手頭上握有大量鐵證，包括內部工作群組對話截圖、管理層下令使用腐爛生蟲食材嘅對話記錄、生蟲番薯實拍相、後廚老鼠試藥嘅原片影片，鐵證如山，件件有憑有據。難道呢啲全部都係前員工自導自演、特製道具陷害你間大公司？呢種用法律武器、高昂訴訟成本、恐嚇基層打工仔、逼良心爆料者閉嘴嘅行為，唔單止係一次嚴重嘅食安醜聞，更加係一場極度卑劣、毫無底線嘅公關災難。第四章，全港網民爆炸，連登、社交平台全民怒轟抵制。自從一線搜查呢段調查報導播出之後，全港網絡徹底炸開，無論係 YouTube 留言區、Facebook 社群定係連登討論區，全部都係網民嘅怒氣同不滿。我哋即刻睇下香港網民點樣評價呢間黑心連鎖店。有網民留言話：舊年我就飲過佢哋杯嘢，當晚即刻屙咗幾次，屙到虛脫。當時仲以為自己腸胃唔好，今日先知真相，真係多謝呢位前員工冒死爆料。連登有網民出帖怒轟，一年50宗投訴都唔封鋪，仲可以公然請黑工。食環署、入境處到底做緊咩？呢間鋪頭係咪有後台、有保護傘先可以咁無法無天？亦都有網民講出重點，最恐怖嘅從來唔係餐廳有老鼠，做飲食多多少少都有衛生問題。最黑心最無良嘅係高層明知食材生蟲，俾鼠咬已經變壞，仲強迫員工加工再賣。呢個唔係衛生疏忽，係漠視人命，道德敗壞。大量網民跟即刻發起全民抵制行動，夠晒皮，仲要出律師信恐嚇良心員工。由今日開始，我絕對唔會幫襯呢間黑心鋪頭，1蚊都唔會俾佢賺，等佢知咩叫民意。其實所有網民嘅心聲都好一致。如果今日我哋縱容呢種黑心企業，用金錢同法律壓迫講真話嘅人，日後香港所有餐飲食安監管形同虛設，受害嘅永遠都係我哋普通消費者。第5章，個人深度分析，拆解背後深層問題。講晒成單事件始末、鐵證同網民反應，最後我同大家分享幾個我自己最深刻嘅睇法。呢件事絕對唔係一間鋪頭衛生差咁簡單，背後暴露嘅係成個市場制度嘅深層漏洞。第一點，無底線壓縮成本係餐飲業最毒嘅毒瘤。近年好多外來連鎖品牌瘋狂湧入香港，個個都主打平價、大份、高性價比，瘋狂鋪廣告，瘋狂開分店。但係大家都清楚，香港租金極貴，人工極高，鋪租壓力極大。一間鋪頭想維持超低售價，同時瘋狂擴張，仲要賺盡利潤，錢到底從邊度嚟？答案就係今次爆出嘅所有黑幕。一方面瘋狂壓食材成本，爛生果、生蟲、番薯絕對唔報廢，切一切照樣賣。一方面瘋狂壓人工成本，棄用合法本地員工，犯法平價聘用黑工。呢種經營模式就係典型嘅劣幣驅逐良幣。乖乖用新鮮食材，守規矩請本地員工，用心做好衛生嘅良心小店，根本冇得競爭。長遠落去，只會徹底摧毀香港美食天堂嘅招牌。第2點，法律應該保護市民，絕對唔係黑心企業嘅護身符。今次成單事件最令我憤慨嘅就係品牌方嘅應對態度。出事第一時間唔係道歉，唔係補救，唔係負責，反而係出律師信恐嚇爆料者。好多大企業都係咁將基層員工當工具人，用完即棄。員工發現問題，守住良心出聲，揭發佢哋唔反省唔改善，反而利用普通人怕打官司、怕訴訟成本高嘅心理，用強大法律團隊施壓，逼普通人噤聲。呢度我要全力聲援 Joey。如果一個城市講真話，揭發黑心食品、守護大眾健康嘅人，反而要被恐嚇、被控告，呢個社會嘅道德底線就真係徹底崩壞。品牌方以為一封律師信可以封住一個人嘅口，但永遠封唔住幾百萬香港市民嘅眼睛同良心。第3點，監管部門監管缺位，造就企業無法無天。一年50宗投訴，呢個數字真係極之驚人。平均落嚟，幾乎每星期都有消費者投訴，有人飲食中招。我真心想問，食環署、入境處、勞工處，成堆涉及食物中毒、食材有異物、嚴重衛生問題嘅投訴擺喺度，過去1年嘅突擊巡查、執法監管到底去咗邊？係罰則太過輕微，令到呢啲黑心企業根本無有怕，
當罰款係加保護費，而面對正作嘅大規模黑工問題，跨部門聯合執法又遲遲唔見影。如果政府監管只係擺設，變成無牙老虎，最終承擔所有風險、所有後果嘅，永遠都係日日出街消費、日日幫襯餐廳嘅普通市民。講到最後，今次呢單連鎖飲品店黑心食安風波，而家仲到持續發酵，愈鬧愈大。呢件事從來唔只係一杯飲品、一條番薯嘅小事，而係關係全香港市民飲食安全、關係社會公義、法治底線嘅大事。我喺呢度鄭重呼籲所有香港市民，由今日開始，用我哋最實際嘅方式表態，錢包投票，堅決抵制。對於呢種漠視市民健康、踐踏法律、壓榨員工、恐嚇良心爆料者嘅黑心品牌，我哋絕對唔好幫襯，一文都唔好俾佢賺。同時，我亦都強烈要求相關執法部門即刻全面介入，徹查到底，嚴肅追究所有涉事人員責任，給予全港市民一個公道。最後問返大家，你以前有冇幫襯過呢間飲品店？你今次撐唔撐冒死爆料嘅前員工？你覺得呢間黑心品牌應該點樣被懲罰？歡迎喺留言區踴躍分享你嘅睇法，一齊將呢個話題推高熱度，等更多人知真相，避開食安陷阱。如果覺得呢條片夠真實、夠有用，幫你同身邊親朋好友避開咗呢個大坑，即刻幫我點 like share 出去，提醒身邊所有人出街飲食一定要小心謹慎。未訂閱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即刻訂閱，撳埋鐘仔，我之後都會持續更新香港娛樂、社會、民生嘅深度爆料同分析。多謝大家收看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